们觉得沟通是怎样的能力呢？重要吗？就很多人都觉得啊，沟通其实是我们看不見的東西。人在世上最重要的是什麼？主要都是看得見的。比如說我今天樣子漂不漂亮？個 point 就係到底點樣可以令溝通變成大家其中一樣能力，唔係你嘅錶，唔係你嘅袋，唔係你嘅樓。亦都唔係你另一半靚唔靚仔、靚唔靚女、有冇錢，而係你內在嘅氣質。OK， 你個人俾人嗰個感覺容唔容易同人 build up 一個關係層嘅。首先 first step 大家要開放咗你嘅 mindset 啊。有時候我們比如說過年過節的時候，大家會怎樣？就是很忙啊，就是 Happy New Year 的 message 可能要send幾百個，對吧？如果你今日拎出個真誠出嚟，嘗試同佢 build up 個 relationship 咧，慢慢就算佢本身唔係你嘅 first priority 咧，都好容易快落去。呢一個就係、你有冇了解過你嘅 audience 啊？你去見唔同嘅客戶 ，suppose 係唔同嘅人嚟嘅喎，咁點能夠用翻同一套嘅台詞擺喺唔同人身上咧？你見我會不停問㗎。你平時同人溝通嘅時候咧，你應該做我個角色問自己，不停問點解啊？我嘅衣着點解啊？閃點解啊？點解會係一種特質？你要不停問自己咧，你就知道你嘅 audience 係邊個啦。擦鞋仔同假嘅人通常會點？哇，老細你好叻啊！你好靚啊！全部都係擦鞋仔，全條片都老細嘅，咁你又 sharp 咗啦。有時咧，如果你想 request 人做一樣嘢咧，其實你就可以用讚美嘅方法去 request， 呢個係萬事萬靈嘅。好咧，你係需要第一句好大聲，因為大家唔可以好似我咁長期都咁大聲啊嘛。咁所以咧，我呢一個 YOLO 法則就係幫大家點樣做到個 first impression 嚇親人先，第一下用個氣勢去答答。YOLO，大家好。係啦。有關於你讚人係會變成擦鞋啊，定係點樣？因為其實好多人講佢覺得唔擦鞋，但係人哋對方又可能真係咁樣感受。點樣可以處理呢件事咧？永遠讚美都係唔嫌太多咁樣嘅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少少讚人啦。First step， 第二個 step 就係你唔好讚得好夾硬，譬如好，多謝，好，多謝各位啊，希望有靚女喺度，大家。